人为什么要努力？为了你夹菜的时候，别人不敢转桌子；为了你点餐的时候，不用关心任何的价格；为了去大城市，住的是酒店，而不是去找宾馆；为了亲人生病时，可以提供最好的医疗环境；为了在你困难的时候，不用在别人面前低三下四；为了孩子开口要钱时，你不至于囊中羞涩；为了年迈的父母，你绝对能够全力以赴。你觉得呢？沉默的习惯，愿为你改变。男生好像都在学一个忍字，忍受所有的辛酸和委屈，不敢倒下，因为有年迈的父母；不敢说累，因为没有人安慰；不敢偷懒，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他物质保障。坚强、独立是一个男人唯一的选择。可以失败，但是不能放弃。如果你连赚钱都要别人开导你，都要哄着你、盯着你、看着你，那我劝你还是别干了。因为像你这样的人就该穷。我坐过最贵的车就是父亲的肩膀，住过最豪华的房子就是母亲的肚子。这辈子不希望自己大富大贵，只希望天下父母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嗨，陌生人，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？记住了，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问别人好不好看，喜欢胜过所有道理，原则抵不过你乐意。人生不是靠心情活着，而是靠心态生活。活着不是靠泪水博得同情，而是靠汗水赢得掌声。加油！小时候一直不理解父母为什么可以那么早起床，长大后才明白，叫醒他们的不是闹钟，是生活和责任。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，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罢了。其实大家真的没有必要在意别人在你背后说了什么，因为能诋毁你的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没有本事的男人，还有一种是不如你的女人。那些比你强的人，人家都懒得理你。愿你忠于自己，活得认真，笑得放肆，走也走得潇洒。过去那些错过的人，走过的路，碎裂的往事，别回头就好。因为没有钱，所以出来挣钱。朋友说我远了，同学说我淡了，哥们说我变了，爱人说我废了，亲戚们也都说指望不上我了。我真的变了吗？我没有，是社会和现实把我逼的。我也想每天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，我也想每天和朋友一起聚一聚，我也想没事串串门，走走亲戚。可当我回过头面对这现实的生活，我没有多余的钱，更不想两手空空的去，谁又能理解我？此录音
送给百忙之中的兄弟姐妹们，原谅我的冷漠，我还是我，只是穷了点儿。